来看宜兰县龙潭湖的鸡仔鱼哦，今年因为黄酸雨季较慢，雨水较少，所以目前放卵的数量是无介多。嘛因为野溪的水量少，一寡鱼仔拢靠打，甚至是打死哦，所以在地社区就来启动外来种清除的计划。每一年5月节开到，鸡鱼拢会伫溪底生卵，这嘛是龙潭湖会出现的生态现象。不过今年因为望种雨季较慢到位，雨水嘛少，来生卵的鸡仔数量也无济。加上野溪的水量少，部分的鸡仔向水头游了后，甚至还佫出现打死的情形。根据社区的统计，目前2000多尾鸡仔向水头游，已经死200多尾。除了气候各样，鸡仔嘛袂免野鸟会来甲掠，还佫有湖内底外来鱼种的威胁。根据社区的观察，烟过若较大尾，拢会当生到20公分长，这几年上大尾敢若10公分，有的袂赴大汉就互食去，所以社区启动外来种清除的计划。那现在湖里面外来种非常多，甚至已经影响到栖地。那现在我们协会就借着今年的活动来举办一个外来种的一个移除。社区按算6月初开放民众报名，等鸡仔季节结束了后，会启用假的鱼子来钓外来种，而且7月底举办钓鱼的比赛，带民众体验社区生态旅游。而且伫鸡仔季节内底，社区嘛会让龙潭国小的学生来采集鸡仔鱼卵，炸汤去培育，等7月份才搁放流落去湖里做生态教育。所以我们在未来跟这边进行合作的时候，会透过海渔基金会这边会下刺网的方式，把比较大型的这些瓷雕科的鱼进行一些移除。除了要清除湖内底外来鱼种，海鱼基金会嘛协助社区伫湖内底放流刺网，把外国鱼领顶的鱼仔掠起来，增加鸡仔生存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